哦，哦，处长早安，处长早安。哦，对对。啊，所以呢，其实咱今仔日去要个广告书嘞。哦，遐对，要广告书了对。哦，哟，拜四要广告书。哦，拜四要广告书。哦。42平民个，目前伫咱这个单位吼，只剩一人份。哦，啊当然有。哦。所以咱下这回个吼透过咱迄个郭桂珍小姐。嘿嘿，哦好好哦哦，42片。几乎遐尼久啊吼，拢无人要有分钱。哈哈。啊，安尼做咱的迄内底家看见拢看上的分钱，见面拢无人回应啊，所以好容易骗着去分钱。哦。所以咱会当个宝贝，宝贝宝贝，哦，宝贝。咱前礼拜就讲着，学校有大台叫咱讲过细作动物作。那么呢，学校有好啊，佮家看过，有小可一寡出节，所以咱今仔日呢，学校有准备2个故事，要讲互咱推荐的交比赛，大家做参考。对啊，对。这个细作、五作，佮落来就是咱用作语言作书，咱大家拢知影嘛吼。那细作是风景代书，那么五作呢就是语言作书，吼。那么这个古早吼，就是讲有一个人，哦，一直30岁的时阵吼，一直30岁的时阵，伊就想要出家修行。所以伊家己太太讲啊，我今30岁啊，我足想要出家修行，因为迄个时阵因囝已经拢出世了，哦，啊伊就想讲啊，结婚了啊，囡仔拢出世啊，所以伊想要去出家修行，甲因报告。因报甲伊讲啊，当30岁尔万只的啦，但囡仔若较大汉的时阵吼，得去啦，所以一个碗的，人讲一碗3工，啊3碗就一世人去啦，所以伊煞怎啊拖到40岁，佮有这个念头起来的时阵，40岁上囡仔较大汉啊，吼，伊就想要去啊，所以呢，40岁佮因某讲一摊，因某讲啊，等迄囡仔较大汉请了的，咱人拢会安尼咧，啊上头啊就讲囡仔伤细汉，啊内囡仔较大汉讲等你请了，哦，啊所以呢，我40岁讲嘛较无去，等到50岁的时阵，我甲因某讲一摆，因某讲啊，囡仔吼虽然拢大汉啦，啊无嘛，这厝3月逐项拢整理甲无好势，要去甲去，想袂到迄个55岁的时阵吼，因某就来往生啊，哦，所以呢，因某往生的时阵，啊，佫无偌久，伊生一对囡仔，嘛，看来死去安尼，哦，55岁因某先死呢，结果佫过无偌久，因后生的祖囝拢死啊呢，所以伊煞变成吼孤单老人，剩家一个呢，怎啊守伫伊的厝咧？迄个时阵心情无好嘛，啊，同对因厝。等到70岁，伊决定要去出家，伊怎去青山去找一间古寺，结果去的时阵吼，我咱四做出，家问讲啊，伊要来用啥？伊讲伊想要来出家修行，伊70岁啊，逐项代志拢做过啊，啊，那要来修行，有咧录，有咧录，伊讲伊进时间伊请到我就对了。然后呢，伊甲伊问讲啊，若安尼就要安怎？伊讲你哦，若拄着桥就停落来，若拄着水你就先漂。四组甲伊讲安尼呢，即个意思就是讲你行出去，哦，啊，等到若拄着一个桥，若安尼你就，你就到遐就闸气停的，啊，桥的下面一定有水嘛，啊，拄着水呢，你就随伊漂流。所以伊出去了，真正伊也行，行伊到遐看到一个桥，啊，佫有一条溪，然后伊同我交工自杀，伊同我自杀。但是呢，伊这点的灵性，
拄啊去迄溪仔边吼，有迄梅仔树，所以伊一点的灵性全去附伫一丛梅仔树的顶悬。啊，讲到即个55岁的时阵，因某就来往生，结果呢，因某从啊出世伫迄个床头，所以呢，有一天拄啊叫兄嫂去这溪仔边咧洗衫，咱以前拢常看嘛吼，逐地市嘛有咧看，迄个溪仔边拢互伊石头啊，拢会一寡查某人用面桶啊用大桶去伫遐咧洗衫嘛，所以呢，因某呢，就是我一个15、16岁查某囡仔，啊，就陪兄嫂去伫溪仔边咧洗衫，结果看到迄梅仔树吼，哪有生一片梅仔啦？啊，因即个原算小姑就对啦，就去搬叶梅仔，要落来互兄嫂食。啊，兄嫂就讲啊，小姑仔你食就好啦。伊就阿嫂食，伊就讲小姑仔食，到尾啊，迄叶梅仔单互小姑仔食。结果呢，小姑仔还袂结婚，食去，哎呀，煞腹肚一日一个大。啊，等到大粒的时阵，恁老爸知影吼，讲啊，这还袂结婚的查囡仔，安尼做这个伤风败理的代志出来，败理的代志，就要甲赶出去啊！哦，就要甲赶出去，啊，伊就做冤枉的，伊想讲，啊，我都无安怎，是安怎才会有囡仔就对啦。所以伊出去吼，本来是要去死，但是后来想讲。我一定要甲看讲，到底这是啥物妖怪，安尼就对啦。是安怎伊才会来有心啊？等甲囡仔出世的时阵吼，伊安怎？伊用即个囡仔要甲放水啦。想袂到吼，甲即个囡仔用一个流桶仔吼，甲放伫阴甲放水流。迄囡仔吼，无顺水流，佫倒流倒起来啦。伊就感觉奇怪，啊，即个是。规环的人，啊，若无透迄个，迄溪仔水安尼咧流，应该着爱流伫下面去，啊，哪会佫倒转来？伊怎啊赶紧佫把抱起来，吼，伊怎啊赶紧佫把抱起来？那么抱起来好啊，啊，既然着安尼啊，怎啊做去分？哦，两个母仔囝啊，怎啊四界去分啊？啊，四界去分吼，即班囡仔若较大汉啊吼，甲伊问讲，啊，咱今仔日要追去，啊，囡仔学袂比，若甲比遮。伊若无照伊对遮去吼，水别几去，迄天拢分无人食。啊，若有听伊的话对遮去吼，迄天就分食到吼，又洗洗。安尼，啊有一摆呢，佫甲伊问讲，啊咱今仔要对去，伊佫甲比，结果呢，伊就调故意，无爱离遐去，调工我佫走去别位去。阮在共款迄天，伊佫分无安尼就对。所以有一天呢，迄个囡仔佫甲比。较比伫北边去，伊就毋敢搁讲安尼要搁去别位去，因为昨已经无听话，已经一天无食吼，今仔日袂使啊，所以就啊做伊比的所在，啊来比对遐去就放远，放远去的时阵，煞对山林入去啦，啊伊愈行愈上山去啦，啊结果去到遐看到一间庙寺，哦啊当然啊去到庙寺遐还一个囡仔。啊，就像咱这安尼就对啦，怎啊从囡仔放落来了后坐啊，对袂？咱会安尼嘛吼，还一个囡仔去到了，哎，甲出点嘞，是毋是？还紧着透乌龟啊，就放落来囡仔后遐坐。结果呢，囡仔伫遐坐的时阵哦，我甲放尿落来，哦，啊四组坐出来吼，就讲，啊你现在遮尔无礼数。从这囡仔甲放到遮，互伊放这尿遮尔大条，倒这迄个庙寺内底安尼就对。结果吼，迄囡仔3岁，我开嘴讲话，甲伊讲吼，讲啊我嘛要来修行，安尼啦。啊，伊会当做伙，我嘛会当做伙，安尼啦。啊，又讲啊你是几岁囡仔，也要叫人讲修行做伙的代志。伊讲70岁你嫌我教。30岁你嫌3岁你嫌我少年，安尼啦。哦，这个时阵四组就知影讲啊，5组来出事啦。所以呢，伊怎安怎？甲因老母讲，这个囡仔互留倒庙寺，我替你照顾。哦，互伊倒遮，啊你家出去本地这庙寺迄和尚无适合，迄查某会住伫咧遐，所以就叫伊出。然后呢，经过一段时间真久。4
叫着迄个师傅吼，办咧人请因老母，吼，因老母做满意啊，食一顿足讲歹的啊，然后呢，迄顿食会安怎？叫迄小师傅整理一间新房，互老母住。啊，你嘛拢搁正常，我食一顿足青草，然后整理一间新房，互老母住。但是大二了后，伊甲锁起来，甲伊迄土地交代讲，任何人袂使摕任何的物件互伊食。甲伊准备讲若关7天，无食饭，无食水，吼，安尼就会了死。结果吼，因老母就到遐吼，拜托啦，一直叫人着用啥物物件互伊食，一个小师傅吼。不忍心啊，我甲偷捧一碗茶互伊啦。伊即摆吼，迄碗茶一啉啉的吼，7天以后吼，无做去开门，伊无死啦。伊就知影讲，安尼就是有人传物件互伊食，怎搁甲锁起来的时阵，甲迄个小和尚讲，如果若有人搁摕物件互伊食，就标伊当罪啦，吼，就标伊当罪啦。那么呢，然后安怎？去关7天，到尾啊7天了后就拍开门呢，看伊已经落死了。我叫伊的徒弟安怎？迄小师傅甲因老母挖西过18个迄庙寺的门，18个门甲拖咧，安尼切过18个门，然后搁将头壳吼，用咧插啊，甲腰杆甲插好伊。正空，安尼个，看起来是足残忍的，所以大家吼，讲这无做吼已经反倒啊啦，吼，竟然对家己的是大人做出这样残忍的代志，大家拢无要对伊收啊，好甲款款就要走啊。那么因老母呢，的灵性呢，伫因空中，吼，就甲这个师傅讲安怎，讲这是伊的三世因果啦。叫因大家吼唔通走，吼，伊只后壁呢才有做一首诗吼，咱互我吼念这首诗互我听。因师傅的老母呢，就是师庙伫观当中吼，就做一首诗，伊讲诸道不必配道心，吼，就是讲伊这呢，吼，大家人配这个道心，伊讲我离你我了千因，就是讲无做呢。就是伊个囝嘛，好离为我了前因，前因就是前世人的因果啦，吼，了决这个前世人的因果。因为咱每一个人有不6世来轮回，所以呢，伊这个3世的因果，可能就是做了一摆，一世人来受这个果报。所以吼，无做知影，所以这世人伊结束了后。要互伊一世人着解决3世的因果，安尼就对了。吼，若无呢，着爱着拖3世，我就唔顺利啦。吼，所以伊甲伊讲，我离为我了前因啊，3世罪孽将处了，伊3世过去3世的罪孽到遮拢清啊。所以呢，叫毋通退钱，安尼就对啦。有一个依旧正经心，伊虽然即个肉体是受着灵因，但是呢，伊已经超脱生死后。安尼咱听有啦吼，伊虽然即个肉体受着因囝安尼来处理了后，吼，折磨了后，但是呢，伊的灵性已经超脱，这因果拢结束。所以咱我今仔日交咱做这个内底讲这个故事，咱会当去想一想，其实做到人修行吼，做道真重哦。人真有可能吼，伊若好好去修行，会当利用着伊的7贤9祖，吼，9贤7祖。但是因为你家己主动无互伊去修行的时阵吼，伊的迄祖先迄祖公敢会放伊煞？袂放伊煞。所以就会下真济这因果来哦。所以人讲就讲，有当时啊，甲咱凊彩一句话吼，就亲像以前有一个故事讲，迄个啥呢？迄个人要开鸡，迄鸡会走，一个食菜的吼，就讲
哦，有无？啊，明明你都食菜，啊，人咧菜假你唔想，你啊这讲看人掠袂着，讲我甲你斗阵，安尼你敢有做？主动做嘛，哦，这就是强权嘛，哦，所以呢嘛是强险嘛，所以呢因此呢，咱有当时啊有足济，咱感觉无啥物，其实也是有正的真理，咱就会知影讲，这种有因果关系。哦，所以虽然讲小小的一个主动，有感觉啥物，但是咱就做来改革，哦，做来改革。那么我们呢，讲到这，咱搁来讲一个，哦，寒山石壁的一个因果故事，就是讲过去有一个官员，中者真有钱，所以伊起一间庙寺，吼，就请一个师傅来遐做主持。啊，迄个师傅呢，佮收2个徒弟。那么，这个师傅佮收2个徒弟了后安怎？这个冤家，这个中者因兜若有咧做啥物代志吼，伊拢会派这2个徒弟去斗相共。对啦，袂输。哦，佮啊，伊呢就是伊去的，所以这个安怎就派这2个去斗相共。结果有一摆呢，就是这个。有一天呢，就是这冤家要娶媳妇，哦，冤家要娶媳妇，当然呢，这个师傅就会派伊这2个徒弟去斗相共。啊，无听到啊？无啦。你这啥？伊就，哎呀，后边哦，啊，就安怎去斗相共，点灯甲菜啦。好，我讲较细。出较细力的啦吼，就去点灯夹菜啦。但是呢，这2个寒山石壁，因2个是有得道的哦，因2个有得道，但是呢，拢知影过去了未来。因此呢，因咧点灯夹菜，2个就倒遐笑，啊，因咧笑啥？咧笑讲，啊，就有够好笑的。今仔日要娶的新妇，等下要拜堂的这个新妇。就是因3世的祖妈，哦，3世的祖妈吼，即摆搁来出世做伊的囝，要娶来做新妇安尼就对啦，哦，啊，即摆坐咧拜堂的时阵吼，人一寡讲要拜祖先，吼，结果就爱入股，啊，讲股的时阵吼，迄个股的迄个皮吼，股皮是有皮，迄个股的迄个皮，竟然就是因。祖公吼去出世做人，结果做了无好，去遮牛皮的皮去互人剥起做果啊！哦，所以伊就咧笑啦，笑讲，哎哟，拜堂的新妇就是因3世的祖妈，啊，头前为果的迄个果是因祖公去出世做牛的牛皮。那么鼎呢，要请人的时阵会安怎？足济肉，吼，迄肉，结果伊讲，迄个杯仔内底所放的迄个肉，足济拢是因股仔了入去啊，所以吼，伊就伫遐咧笑啦。啊，结果呢，冤家伊就会拄仔念死啊，啊，迄冤家安怎？就感觉讲对因足无礼貌的安尼啦。咱看啊，连这个寒山石壁所做的这个生活来做参考。哦，寒山石壁吼，伫迄个咧挂迄个点灯夹菜的时阵，人就咧甲问讲，伊是咧笑啥？伊讲寒山石壁笑伊你啦，前日看影亮圆道啦，啊世人笑我无了伊啦，我笑世人做孽道啦。哦，这是第1个伊讲的。第2个伊讲，当上打鼓打公会啦，就是因祖公吼来出世的事啦。啊，回来天主是孤儿啦，3世祖妈带来做媳妇啦吼，我今无巧反无时，安尼就对啦。哦，所以呢，也就是讲，伊已经知影讲这3世因果，啊，所以迄个中者就是有气的啊。加工因兜的秘书办了呢，伊就是去甲迄个师傅讲。你这2个徒弟，哦，真无礼貌。我咧办喜事，在了后壁讲话，你若无甲伊赶出去吼，含你都拢无法度通去带倒遮，伊就
真正甲迄个师傅讲，等因等于迄师傅甲问看是啥物原因，伊就将这代志甲师傅讲，伊师傅讲你知影天意，但是你嘛袂使涉到啦。既然呢，迄个中介就无爱你住遮，伊讲你若无走，我嘛爱走。伊讲好，安尼你住，阮两个来走。所以因走了后安怎？伫半路仔的时阵，观世音菩萨就收起做护法，因为因两个是去到的师傅的，所以就去互收去做护法。其实护法今仔日要讲这个故事，就是因为伫护法超过20岁，民国65年前的时阵，咱台湾发生一项代志，是屏东东案件，就是讲有一个道亲。结果呢，迄阵的人就做失少，所以呢，有一个道亲要娶新妇，总班拢有一地还两地的数一道尔，但是剩的拢办错的嘛，过去古早拢安尼啊，咱办一道按两道，迄个素质的，请迄一半个食菜的安尼尔。结果有一个打领民国甲伊过点文书，可能。人讲讲公调嘛无遐尼俗，遐尼高就对啦，就互人邀请去，互迄个道亲迎请。结果去互因请的时阵竟然，咱大家拢知影嘛，若咧请人的时阵，是毋是拢会派一个较有德行的、有用功的人去讲几句话办祝福？咱妇前人嘛时常去互叫去。来啊！总在甲人讲迄个祝福的好话，敢是安尼？结果就请因迄个天意电文书，去伫碗要讲一寡好话兼祝福的话。结果迄个电文书上台去讲祝福的话了后壁讲一句话，恁注意听看问题出伫对哪？伊讲今仔日咱安尼来甲这个某美人。伊咧娶新妇，咱家中道，用好话讲了的时阵，伊讲今仔日的主家非常的欢喜，非常的精意，所以办了真公派，咱大家呢，无气嫌，尽量用，办甲真公派，咱大家尽量用，即句话讲了，落去的时阵无经过15分钟，这个经理的面相甲表情就一直咧变。等到迄场宴会煞的时阵，因的送啊，因迄个动手，也就是迄道亲要载点文书，因为因伫屏东东港迄边，要载倒来高雄。结果迄个点文书就安怎开始将车的玻璃门仔咧，开始像咧掠狂啊，讲像咧起痟安尼，就开始将迄车的玻璃拍遐门啊，大家感觉足着惊啊，感觉较拄好，倒去你咧祝事，是安怎经过遮尔短的时间，才会发生这个代志？赶紧载去病院，敢知无病呢？无病了怎？因为伊发生这个代志，到尾医生讲无先甲伊做定情针，注互伊运去，注互伊运去了后呢，后壁精神来，咱来过来问安尼就对啦。结果呢，注定情针互伊运去了后，精神转来甲问，伊啥物拢毋知，啥物拢毋知。尾来伊感觉足奇怪，太安怎请因的前任，甲即项代志讲互前任听。前任呢，算讲较久啊嘛所以做前任嘛所以伊也较有智慧。伊讲问题就是出于伊去伫共祝福的时阵，因为人迄天的杀业害的遐尼济，伊去共祝福，好了后，搁甲人讲主家非常诚意，非常的欢喜，所以办了遮尔公派的物件，咱大家毋通气嫌，尽量用。你看，只要今仔日去互台语的这冤亲债主要找上课，要找上课，所以。
车要倒来高雄尔，就发生代志啊，就袂清楚啊。冤亲债主规个就拢敲过来啊。伊是因为一个点啊，所以伊才会使有袂讲话，所以伊就爱去斗当遐业啊。本来所以咱看今仔日其实要甲恁讲这个故事，就是讲，因为咱诸位龙菩萨，像你嘛有囝儿是谁，后摆真有可能你的囝要娶新妇。如果咱若无法度通共主张讲，互因办寿司，咱尽量莫去叫人敬酒。为虾米？因为你去叫人敬酒，就是亲像你咧赞成因，尽量用。若会当是鼓励因讲，会当办寿的上介好，因为无你所产业咱欢喜的代志，才着爱牺牲遮尔济，而且动物生命，迄嘛拢有灵性的。啊，若安尼这罪过送要担，新娘囝婿爱担。啊，这个囡仔话搁安怎？讲等到有心啊，等要结婚，后囡仔就拢有代志。所以咱佛法伫遮就是要特别甲咱叮咛，如果咱若是有能力，通搁说服囡仔，尽量说服。若如果无的时阵，人也招讲阿公阿嬷要来敬酒，你甲讲我老啊，脚头无好啊，你去就好无？恁就莫叫人去参与这敬酒，安尼恁敢听因为若无有当时安尼去卖，讲欢喜的时阵一个正正经的讲，对啊，恁豆用还是恁尽量用，这句话搁讲出来，所以足侪人安怎？因为厝里是安怎？他有人讲办做寿啦，几十大寿啊，厝里讲台底倒牛做老点啊，为什么了？做寿了颠倒身体怎啊规个苦落来？这就是遐，因为你做寿，结果这太遮尔济成就，人要找上好。我们就坐安是安尼，所以呢，互较今仔日会叫咱讲即两个故事。第一，会使做到人修行学做参考，甚至有的人要参考会讲你还阁少年呢，你嘴也无方便，你会甲人讲，安尼嘛袂使。过来就是像咱前咧讲的，无法度通去教人，甲囡仔安排，咱着莫去信，叫人接受，安尼咱听所以呢，而且今仔日时间较早好我对头样呢，较早互咱安尼咱有时间互搁讲一下，你敢要搁听？赞，这样好。好。我爱听故事。好，真爱听故事。好。咱讲这个是在里面有课。赞。这呢，也就是讲印度有一个人，伊名叫做健多多。印度这个人的名叫做健多多，但是这个健多多安怎非常的歹，咱讲的是足亏负的就对啦，足歹的。所以呢，若伫遐咧行，看到边仔有狗仔、有鸡仔、有动物伊骹若无甲踢一个，踢落冰面袂甘愿。迄人呢，迄个无迄个慈悲的任何的慈悲心，所以伊倒若看到小动物，就踢落冰过，安尼。伊咧做啥？伊咧做用道，拢全部咧提压善良，提压善良，去咧做托付。所以有一天呢，因着计划要去抢人，做一间，一定爱经过一个树林。那么你知影，迄树林若无人在行，会有会牵拄死咧，会牵拄死嘛。结果呢，伫迄树仔条树仔当中牵一个蜘蛛丝，伊迄天拄好安怎？这个健多多咱讲，伊迄内底咧讲就是讲，歹甲含伫水里咧受的鱼仔听
到伊的脚步声来，大家拢总走啦，遮鱼仔拢总收走啦，唔敢大个，因为伊就是看到无互伊死吼，就足平稳的，足少讲互伊看到无死的就对。所以呢，伊行过的时阵，看到了有一个蜘蛛丝，中间一定有一只蜘蛛伫个遐，伊就讲。我今仔日本大爷要来抢劫，你倒遮在挡路，哦，倒掠来的时阵，就对迄蜘蛛丝就扑落啊。蜘蛛丝扑落会安怎？开去嘛，哦，蜘蛛丝去互用刀啊扑落，伊就开去啊。啊，开去迄只蜘蛛呢，就滑落来啊，滑落来涂骹嘛，哦，滑落来涂骹，结果蜘蛛知影讲啊，伊一声死啊，去拄到剑刀刀吼，伊一声走袂过。结果啊，两脚要走的时阵，爬袂足紧。咱人若咧紧张的时阵哦，人看讲生命危险的时阵，就想要走较紧的。但是若行到两脚，敢走会行？走袂行。迄只蜘蛛就是亲像安尼，拄着别人搁拄着电刀刀吼，伊知影讲走袂去，所以伊行到吼两脚爬袂紧啦。电刀刀脚掠起，本来要来，像咱咧人啦，你着看骹纸还是看啥个？这个老婆是安尼，脚了者看伊怎走袂行安尼，啊又搁看伊搁足古锥安尼，就讲好，阮大爷今仔日用心来教伊一下，所以呢，这只蜘蛛是见刀刀对着一寡动物生的，唯一互放过的，上界人讲有福气的一只蜘蛛，啊若无互伊看过。拢无有讲放伊家己的，所以即只蜘蛛就当想讲，哇，我若无赶紧好好啊修行，哦，通修成正果，常常安尼在会去互欺负，在良心叫做死啊，唔知影，所以就去避起，好好啊修行。到尾啊呢，即只蜘蛛呢，修成正果哦，哦，修成正果，但是见刀刀呢，伊怎安怎？会修该终。为想该种死的时阵，像伊做恶做毒，做遮尔济歹代志，就十要地甲去的时阵爱安怎？上油山过油顶，上刀山过油顶，一层过一层，袂输十要地甲所有的刑具拢袂伊写的来，逐项伊着爱去研究。所以有一天呢，伊拄仔咧过油顶的时阵吼，啊咱呢，哦。迄个咱群众伫世界莲花池遐，伫西方世界莲花池遐看落，看到人咧十八地甲咧凝视即个人，伊感觉讲，吼，咧凝视即个人的时阵吼，伊就感觉讲，伊应该有一线的神经啦，因此呢，伊就安怎去叫迄个蜘蛛精出来，迄个修成正果啦，甲伊叫出来，伊讲，你甲伊看。迄个见刀刀以前敢是捌撩你一命？伊讲是，因为伊吼撩我一命，所以才会互我修成正果。伊讲啊，若安尼，你敢有想要甲伊回报？伊讲好，啊，我爱安怎做？结果呢，吼，咱的佛祖呢，吼，就甲伊讲，叫伊吐丝，吐蜘蛛丝，吐肥乌落的鱼干地干。结果伊伫迄油鼎在互伊钱的时阵，安尼也安尼过啊。结果迄蜘蛛丝吐落来到遐的时阵，伊安尼过，煞去落着。哦，伊就有够欢喜啊！哇，着即项物件，结果安怎？伊就伊也爬，伊也溜，爬离开迄个过油鼎迄个足烧的嘛，哦，所以伊就爬离开去。结果后壁对一个起。对一个一直咧甲叫，老大个，伊回头去看人讲，地角应该拢足少去拄着熟悉啊，结果竟然有人咧叫伊老大，伊回头来看，哎哟，原来就是对伊咧做恶做毒的一个老师，以前吼在世的时阵，就是讲对伊的一个下骹手嘛。然后吼，伊讲啊，你怎会来遮？伊讲嘿啊，啊，较紧的我对你起，伊讲你毋通起。你忙起来，迄个电刀刀就甲太公你忙起来，结果因两个右上顶悬，下边嘛是都有足济，有间地甲迄安怎？在
龙珠我咧，我有人救起哩，遐嘛逐个拢飞，一直要爬起来啊。结果呢，有足济，吼，已经有足济人。结果见到都讲啊，若讲无这个人起来的时阵，这条丝线一定是斩袂掉的啦。所以就安怎歹心，歹心呢，就要甲这个人斩好面落，敢活伊就好啦。伊的心态就是讲，恁逐个拢忙起来，敢我得救就好啦。人拢忙起来。结果呢，因为细阵呢，伊伫宾馆咧困，就是讲如果伊若是有一点慈悲的心，互这个人拢共款会当得到，后摆仔呢，好好来做人，来出世来做人。那安尼，也功德嘛无用。结果因为伊就是惊讲，这条线跳远的，所以呢，上歹的走。每日宾馆的人就走第二个，迄个会头壳嘛，第四个头壳嘛，就伊来甲走。啊，下面迄个。